这是2011年的，凡事一定要10年后你可以和了。你要知道，我练了10年，不是啊？等一下，凡事一定要在中间的时候讲嘛。不是，我唱到一半，你终于会和了，那我再次，谢谢。哦，是，因为可是我那个当下发现，我跟你讲是真的，我真的是因为换了新车以后，车上有 CD 可以放了，可以放。以前我的车没有音响，他的新车也还不到1年，半年吧，才3个月，3个月吧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才3个月他就可以合了，前面的早就之上。但是气会差了，我跟你讲，坐着唱这样真的很差，坐着很，然后其实是坐太低，有假嗨啊！明明他身体窝在那边，好像有点嗨这样，那多难呐！身体窝在那里，还好不是鼓手。我在讲他鼓手来了。鼓手做哪里？打会让他站起来。我们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？好笑。可是我真的是有好好练一下，我想以后再练好一点，因为我发现声部很多，而且都是我一个人唱的。好的，对，所以要讨好是我自己唱的，那怎么办？以后这一堆人，不是，在录的时候啊，低的那一部也是我唱，高的叠了2部也都是我唱。然后所以还不能糊弄嘛，不是说总共其实是有4个声部。哇，我印象中，我还以为是永隆哎，因为有些不是那么高吗？是我。10年后走上清真面目。